为什么老师要生活呢？每次上课就是要让小朋友知道说，生活这个技能我不是恐怖的。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的阿嬷、姨啊、五母、干屋他们去外面工作，在我们山上的时候，他第一个工作他会先生火，会先起火，然后弄完之后，他可以烧水，或者是熏蚊子，或者是开始工作，这样子。所以他到田里一定是会先生火。老师看了很多干屋，他们也是，所以一大早就看到，哪里的田里，这里的田里有一些地方都会烧火、烧烟这样子，是很重要的。这也是一天的开始，而且是工作的开始。那呢，这个也是人类开始有热的食物的开始，就是有阿贵，所以常常会听到干屋都贵啊，都贵啊，像老师从外面以前在外面读书的时候，一回家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生火，第一个是让家里温暖一点，因为太久没有生火了。第二个是就是就是说在家里要怎么讲？让家里让部落知道回来了这样，所以生活很重要，懂意思吗？我们现在有瓦斯了没有错，但是我们在山上的人还是要用瓦斯一半，用木头一半，虽然是那个瓦斯也是自然的能源，木材也是，所以为了要分担这个能源呢，如果大家都用木头，木头也很快就没有，大家都用那个什么瓦斯，也是很快就用好。这都是破坏力的，所以要平衡，都要可以用的就都要分开来那个力量，都要用。那我们等一下，那我们就先做这个，你会先准备你的简单的那个乌拉了，好来，比赛。差不多一个手掌大，比一个手掌大一点点宽，不用斜，下面是木头，你不要怕。很好，小心手这就有一半了，剩下一点点的时候你就抓它的一半。好，来这个，老师要准备。什么动作？动作要来，对，你看怎么讲？你要跑步，蹲下来，站蹲稳，蹲稳，对，很好。来，我的狗，很好。中间慢慢来那个安全还是最重要他刚才就砍错了拿电这个木头就是要在木头上面砍啊，在木头上面。打翻这边，结果打这边，当然会破掉，懂吗？拿这个就修好，好，来下一个，这个都是要经验，要体验，来我们的姑娘，开始跟我刚你过来这里，这个短啊，发一轮，好来，打错了，很好，放长一点，再长一点，不够，很好。很好，慢慢来不急，慢慢来的就是你的基本功夫，你用久了，你就会习惯，这个就一半了啊，慢慢来很好，来，我的狗，哒啦，做这个，要给刀的时候来，追看拿起来，你要怎么给刀？要怎么给谁？给他？要怎么给？不是啊，你要直接给他，那谁知道？你要这样给，内热，懂吗？没有再这样给的，不管大刀、小刀、中刀，都是这样给，懂吗？懂不懂？等一下我看怎么给来下一个，慢慢来，安全还是第一对，很好，先站好，没关系。哟，木头都要动，好，没关系，太短啦，朋友。好来，很好，剩下一点点就中间了慢慢来怎么抬起来呢？就危险啊！来下一个，我们开始怎么给刀？要两只手，不然你自己会捅到自己。这样，好来，
你用右手拿。右。也没关系，好，你用左手没关系，你用左手你是左手的，哎。好。握不用那么近，你手握后面一点，对，这样子，然后送过去一点，送过来一点，珠子，不拉的过来一点啦，你要砍它哦。好，可以，中间啦，剩下两半啦，中间在哪里？啊，你要移过来，你才可以砍嘛。你都不会动头脑呢，你嘛，啊，你看呢？努力呀！哦不凶，好的，中间，来，想象是数学题目很难，数学题目数学，好，来剪一剪，然后集中。那这个我们赶快他们乌拉鲁也都是自己平常日常生活中都会准备，你只要要用到火，你就有这个东西，哦，不会像到有现在越来越多人家里要生火就没有东西可以用，哦，懂意思吗？中间先放一个什么，比较不会烧断的，哦，啊怎样呢？哦，怎样？不要太密。对，不要太密。没有，等我几分。所以以后如果我们还有机会上民族课，你看，请问昨天我们乙基比有没有用到火？有。我们做阿拜、短阿拜有没有用到火？有。哦，所以你会先看到第一个步骤是把乌拉尔先放下面，再放这个比较细枝的，然后最后面才放什么粗的，哦。所以我们做什么卢卡族或者我们在山上生活的人，哦，在山上生活的人都会用到木头或者用到火，哦，所以你要生火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要只有依赖瓦斯，不要只有依赖瓦斯。哦，有人结婚你送木材是很大的助，有人过世你送木材是很大的助，懂不懂？因为要煮阿拜给大家分享，然后晚上如果是山寺的话，晚上大家都会烤火聊天。如果没有火的时候会很冷，那个过世的人的家人都已经很可怜了，很难过了，没有生火又更冷，对不对？所以大家都会烤火，然后慢慢在那边聊，慢慢在那边说话。哦，所以要做到这一点是我们卢卡族人哦很重要的一些基本常识跟知识哦。然后现在我们还没有机会学习用那个即时起火，即时打击的击就是拿石头跟一个铁片哦这样即时哦，然后让它有火苗，然后再吹出来。哦，那个我们有机会老师再教各位哦，来。老师就快一点，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勇士舞。啊，勇士舞谁还记得我们上礼拜那个民主课的时候，勇士舞里面刚开始有什么动作？什么？跳火堆哦。那当初那个杜传老师跟卢老师、卢正军老师他们安排这一块是，他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跳火堆？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把那个悲伤。拿什么？赶快想一下。热的事情，不要带到自己的国内。哦，因为我们从外面回来，或者是去做一些过去的一些记忆的动作，我们从外面回来一定要有一些净身的动作，就把身体弄干净再进部落，懂不懂？啊，那个当时那个买猪鼠卢正军老师哦，也是我们的达廖拉赖哦，他的安排，他的意思就是说，也是一个净身的意思，让自己的身体。哦，没有把外面的肮脏跟不好的带回部落，哦，是他是这个意思，哦，他没有说我不信天主，我不信耶稣，我不信玛利亚，没有，他只是一个我们卢凯族的比较一个古老的净身的方式，就很像天主教可能有拿圣水，哦，可能会做一些仪式这样，其实是一样的，只是方式不一样，懂意思吗？哦，就是净身，哦，把
把外面不好的东西，又借着这个方式，然后让回部落的时候可以安心的回部落。那个也是一种祷告，你懂意思吗？这方式不一样啊。请问天主教跟基督教的祷告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啊。天主教基督教直接这样，可是祷告的内心的祷告，感谢天主有没有一样？一样啊，懂意思吗？所以这种东西，可以做吗？可以做，因为它跟我们的信仰没有冲突。所以小朋友要了解这一点。所以那个当初那个我们打掉拉赖马祖苏老师他在策划的时候，就是有想到这个那么美好的一些传统的过去的一些方式，那么特别那么独特，那为什么要拿掉呢？而且又没有跟我们的信仰有冲突，所以小朋友要知道这一点，表演可以用，也要知道它的意思，懂吗？懂哦。所以我们在学校，其实我们就要把学校是部落的一个地方。当我们的开始，甚至每次我们民主课的时候，礼拜三下午，老师会请各位大家分组，然后会练习生火，对不对？就是要让小朋友知道火的重要，木头的重要，前几天有下雨所以有损失有些时候我们在学习这些传统的东西的时候，五木感悟或是一些长辈可能会说那个不能那样用，那个不能那个天主会生气，不会。但是我们还是要听老人家的话，只是说当我们长大了，我们可以做了，你们知道他的真正的精神跟很重要的那一块，然后你就是可以做的，好，可以了。好，那我们先上厕所、洗手、洗脸，等一下进入到我们那个卢卡勇士舞的部分，好，先休息。